让一下嘛，进去把它穿过去。有人坐着，坐着的。现在所以说不好让嘞，那个有人儿。咱们就看嘛，这个。所以我进去一下嘛，进去一下。让一下，我进去一下。我从里面穿过去，穿过去。谢谢，谢谢。转过来了。人少一点，我再去进去。等过停了再进去吧，现在人太多了。照顾是我要煮饭煮久一，提前煮。晚饭煮早一点嘛。我老婆，这她穿的藏装，然后今天穿了那个，听错，我穿的那个服装。哎 ，hello。专门穿那个衣服吗？是啊，姐姐呢？哦，这是穿的藏装。我跟她说了的。哇，这么多小朋友！这两个要吃，这两个要吃。Hello。我想死你，我怎么进了？没有多久啊，1天左右吧。2天了。周一哦，周一没来哦。哦，不是，周六哦，周四，都是限行嘛，对，星期五。第一次穿，嗨，什么东西哦？豆腐，哦，八汤回来了。哦，永贞，这个是吴家某穿长衣服的一个，那边是邻里。扎西曲真好久没来了，几天都消失好久了。他和周润那么随时在一起，周润那不有时间也没来。前面是歌唱曲真，那是戴宗。这些衣服是秋季，罗桑、吴京、门卡，怎么了？又在缺呢？这么回事儿？我坚持给你吃。
数一下几个小朋友，准备了20多个，应该基本上应该可以发出去，全部发出去。这美美和青臭，还有曲张臭、小拉姆，小拉姆好像没来呀。等会儿吧，等会儿8点半左右才给。现在没来，小拉姆来了，不来了吧？听到声音了。扎西取针，哦，扎西下针，然后有针。第一个是曲张臭，这4个，这2个6个。11加上这2个，12、13，这几个小朋友不认识，还没来过。13，这个小朋友可以给。胖妹妹也可以，有时间和那个他们在一起。16个。过年就好了，因为过年过节的时候，武警还有部队的所有的就全部是火枪实弹的都要上班嘛，没办法，就是过年过节警备，就所有的都不让请假。全部在第一线，对，不然这边可以回，但现在这段时间不行，这边随时有警察嘛，手头的不行。前段时间没有警察随便回，你高度在几十米都可以回，100米都随便回啊，不需要报备。现在就这段时间不行，这段时间有无人机，他们现场就有便衣，有警察的也守着的，不让你回。哎呀！充电宝搞一下。这个伞没电了。来吧。走吧，哦，不是欧姆，许多尔欧姆，然后巴糖欧姆，方针，这个也来了，泽纳姆，还卓玛的卓参加选美比赛的，好像是第几名哦，我忘了，现在我看到了。现在他自己开了那个，他现在不开了，准备休息一段时间。他们晚上才上班，白天就休息，就是什么朗玛厅嘛，就唱歌的那种。他现在挣不到钱，没有生意。
真真。是不是真真啊？好像不是啊。哦，这还要给那个扎西下村买饮料了吗？这个穿着有点像酒吧的穿着。啊，你报吗？啊，这个不会跳啊，这是新歌吧？
次啊，first time， 好难得啊！要报吗？那去吧，报嘛，报嘛，1.5嘛报，第一次吧，我觉得应该是第一次。永吉基本上在这边跳好难得，一般这种应该是第一次跳卡子式。我印象中是第一次。水桶线，这个瓶盖到处丢。下次我让他们跳那个天上的仙女，看他们好像没跳过那个，经常唱他不跳，好像没有这个过中国。有点短，太短了，3分钟都不到。现在每个人拍个20秒就算了。
你看我干什么？啊，盯我干什么？那苍穹。我都没听到这你就说了。
第2排再打到第1排来吧。他等应该明后天就回去了吧？玉安要回老家，要回老家，好回老家好多哎。这拉错没来呢？拉错咋没来呢？他那个衣服有点像周八的，周八那天穿的深色的，这他穿的稍微浅一点的。我估计曲座穿一次，像打广告，然后穿一次就不穿了。雨涵在这边，在我们后边，秋季在后面。登子都回家了，明天才到。登子的第3个徒弟就是雨涵，第2个是英卓，第1个是拉错。好几小时以后看。包啊！等一下我给你红包，我现在给你嘛，等一下我走。我每个都打了字的。他去下城许当错没来吗？许当错刚刚都在这个位置的吗？等会儿送吧。真正也没看到。是啊。那个吴家墨的女儿，还有一个打了好多字吗？我看一下，应该没名字，就是一般的小朋友，就是不认识的，不认识的就暂时行有灯的。这个是认识啊。等一下，我把那个。
你那个红包，哎，等一下啊，找一下，等一下吧，我把那个有针的，给有针，我有针的给他，看看红有针嘛，这个给你的，这个给你的，得钱取，你叫得钱取针吗？得钱取针吗？对，就这个。问一下哈，还扎西下针，扎西下针，等一下，我问那个，有一个是，你不要太痒了，太痒了之后不能这样，太痒了之后要平起抱，要我抱嘛，因为你太痒了，它要呛的，知道吧？就这样子抱，这样抱。这个针没来吧？这两个吧，真的要10块钱。这两个，你们两个，谢谢。那两个不客气啊。等一下他就，他已经给了。这个小朋友来，这个再来一个啊。我准备20份，这边。我们自己的，自己送的。我准备了7500块钱，这边放来的。这个小朋友。多少个啊？我准备20多个还不够吗？感觉这个20多个，23个。啊？有300、200、100的，这个就是普通的。有几个？我们有7个，有美国的、日本的，还有我自己的。扎西下针是，问一下那个，我这儿还有几个。真正的还没来，那吴家墨的娃娃，等一下我给吴家墨上了。那个吴家墨的，好像走了吗？我昨天跟他说了的。那个上面字那个，他把这个字然后对到我这边说，对到我这个光学的那个。这写的字要多一点，没有写字的你不认识了，就少一点。不懂啊，你说的不懂。跟你还有那个扎西下针知道吧？认识扎西下针吧？认识吧？认识扎西下针认识吧？不认识吧？什么？就这样子，这样好吗？发过再配过这个字啊？还有谁？还有好多曲张错的。曲张错。还有曲张错的，曲张错来没有？来了，他没过来。哪儿去？曲张错啊！我帮你看。把他喊过来嘛。再跳了。你要跳这个吧？对。哎，亲，那个。还有一些小朋友，我看还有几个，有些不认识啊。我说还剩了几个啊？区当中还有个红包嘛？啊？区当中有个红包。对，有一个。我说他来那边就拍脚，等下就过来。你拍哪一个去啊？就那边就拍视频去了。等一下我看一下。要23个哈，都是玫瑰送的哈。这是我们网友送的。这边还剩几个呢？1个、2个、
剩2个再送2个吧。这有些太多了，有些没准备这么多，怎么突然冒下这么多人来？那30个一个人才够。太那个，再送2个。这个高度呀，在这边我看谁送了，还有1个。这个小朋友送了，哎，这个小朋友有没有送？没送吗？扎西下车没来呀，那个。这个，另外这个黑色的，这个，来，小朋友给你一个，谢谢，不客气。基本上去哪也没看到的，我都给他说了的吧，看不来。真的2个、3个、4个，等会儿给吧，还有5、6个没有人没来嘞。说这个情况是没办法，因为要生活嘛，因为那个你去做生意开店那些有没有资本嘛，就只有开抖音了。那抖音那些有些有可能还搞得到钱，分成好像是比较高嘛，但是怎么说呢？有些说不定一下就闯出来个另外的那个，有些。但成功太少了，因为你现在做生意没有资本，这个是不可能赚钱的。就是有摆摊那种小摊小贩那种赚不了什么钱嘛。所以现在抖音那些不是全民都是搞抖音搞直播，平台抽钱抽佣金抽得多，抽50%。全民创业就是自己每个人开个社交，然后去搞直播带货那种。17也跑起来了。17，他之前说过不会到境外再跳舞了，永远不会来，他还是要来。他跟我自己跟我说的。那个陈翔以前不是给他送礼物嘛，他不要了。后面我问他怎么回事，我说你怎么安排的嘛？我说这边有人给你送一些礼物，表示一下。
什么原因都没说。然后我问瑶瑶，问17，问那个去整那些，我说你联系他咋回事啊？后面自己孩子问他不行，他没有说，也不说。我估计是不是他学那个考试的问题嘛，我也不知道咋回事。后面没去问他了。后面我就把那个礼物就交给别人了，交给丽丽了，就没有交给17了。因为17，他说他自己说也不会来了，也不会来跳舞了。哎，这个是杨军吗？杨军和罗布在这了。哪个在笑啊？没多久了，马上要结束了嘛，我说早点送，8点45了。还有那个是徐温柔吗？是。我看一下齐美有没有来。齐美这2天好像要在景外来跳舞，但是每次她是在最后一排，我都没看到她。反正看比较高的1.7米以上的就可以找到她。好像今天没来。你完全变样子了哦，都不认识了。我亲的没有胡子了，光的那种。怎么来过来跳1舞的吗？后面那个绿衣服跳得好。蓝衣服。后面还有一个跳得好的，太多了，高手太多了，都在后面。那个西西也在，看嘛，西西穿粉红色衣服那个。把手机要拍一点，搞忘了。明天不知道来不来拍，不知道嘞。没有忘，发了视频都忘了。那前面调就完了。
我就来了。太少了。我去的都还没来吧？那确实很多。没事啊，老师在一起，偶然给他们。现在就是看哈。啊，等一下，很怕的。等会儿给也可以，反正等会儿在一起。他那边拍视频啊，那边拍视频吗？没事，等会儿要去玩嘛，是不是？等会儿要去那边。等一下，我靠，去哪了？真正的也没来。真正他来了就走了。真正我等会儿给吴江波。啊？等会儿我给吴江波就是了。他在跳舞嘛，等会儿交给他。那个就是好的。
个9点10分吧。就星期六嘛，星期六可以调晚一点，晚一点点。曲周跑哪儿去了？曲周拉错没来，跑不在了。下班了。数一下，快关灯。现在才开了几分钟啊？70分钟，还有70分钟。我一来就下班了。你每次本来就不想那个跳的，他也不想的，你本来也不想跳的。他回来，今天回来的。来的了，他们自己不是有印象买一个嘛，100块钱，200块钱，是不是？哎，来，有啥子？好的，这9点钟就有这个了，对，9点我几会儿就停了。那个，好正常的，说的是新疆的，什么时候一玩出来？是不是？没有什么吧？物价膜，等一下，你说那个等一下，那个狗好像你。我把那个。哎，你
你不是有那个的吗？我们我给吴江波那个珍珍的，文珍珍。等一下，这学的看一下。啊，等一下我把那个，这是谁的？给那个，给那个我不知道，看什么？这边随时可以啊，我等会儿有时间就拍嘛，先就算了。在这儿。喂，谢谢。那个李丽丽吗？丽丽跑了。这是丽丽吗？天哪！阿梦。丽丽呢？还有一个，美女死了。还有几个没来，还有几个，还有3个没来，还有3个几个没送出去。啊，等你。好嘞，没事，好。我发现我小马姐姐。啊，对啊，可以的哇，可以啊，拍2倍就拍到了。哎，这姐姐怎么？一样的收益，肯定不一样噻，你收音收不到啊，收音收不到。而且你拍欢，对啊，你不能这样子拍嘛，你没得手只能这样。耍的不成，皮肤给不成的。哎，你姐姐在哪里去了？哎呦，你的姐姐，小马姐姐。哎呀，你姐姐怎么把那个？他几天陪一次，他就可以早点来一样的去啊，我没来不那么早了嘛，我来不了那么早。你虽然没来嘛，来了呀，我在3楼，这边3楼。俺的谁？谁的呀？因为那个他们到新头桥。小李老师好，啊，你好，好。谁的呀？哎呀！给我们拿到嘛，拿过去慢慢。这是那个妹妹，